你去干嘛？你去干嘛？去偷吃豆花，对不对？鱿鱼羹。偷我的车啊！你跑去哪里？你跟我偷我的车！等一下，你好好讲，你跑去哪里？我刚刚运动完，然后走过来的时候，就看我的车停在路边呢。然后我想说，我其实已经开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看你右闪灯奇怪嘞。可我已经开走了。啊？你去干嘛？你去干嘛？去偷吃豆花，对不对？鱿鱼羹。你吃鱿鱼羹？为什么？肚子饿啊。你中午没吃吗？有啊。那为什么要吃鱿鱼羹？嘴馋呢？不可以吃鱿鱼羹，而且你为什么车子就这样停在路边会被人家拖掉？我是女神啊！好，你要开回家吗？太好笑了！好，开回家吧，拜拜。啊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笑。我刚才真的走进来，就发现说，车子怎么会停这里？然后我就把它开走。后来我想说，太可怜了，我怕你开回来会吓死。你刚刚有看到车子不见了吗？我看他正好右闪就出去了。哦，我会追踪，好吧？我可以追踪这车在哪里，好不好 ？Over。拜拜。你今天不可以吃晚餐，我要吃晚餐。不可以吃晚餐。谁管你啊？快点带我到我公司，打到人家了啦！啊，好啦好啦。先替永杰跟大家报平安，他人一切安好哦。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永杰你为什么要自己送过去？你就叫个货车啊，叫谁啊帮你送过去就好了。抗疫女神加油间全台跑透透，捐送医疗物资、防疫便当挺医护。她8日在脸书写下最晃神的一天。原来啊，她前往西园医院送物资时，开车上路20分钟后才发现后车厢没关。接着前往星光医院的途中，又变成迷路大婶。之后准备从停车场开车离开时，结果一不小心，砰！弯腰撞到后面的车子。张杰跟对方赶紧下车查看，好家在人车都没事。对方是名大姐，还不断关心她的车有无损伤，让她就甘心。Oh no， 这个是允寿司。哇塞，是米其林，可以给我们家2个吗？没有啦。哎呦，美味しいです。Doctor speak Japanese。Doctor， 快点呐！恭喜你啦！霓虹鸡，你花了我很多钱呢。快点呐！你到底花钱花到哪里？都不讲哦，拜托开始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好无聊哎呀！在3级警戒下，江杰的日常就是带着女儿齐心齐力捐送物资到各地，真的是辛苦你们啦！Now News 今日新闻呢也致电询问贾永杰是不是最近累坏了才意外撞车，他表示没有累，是自己不小心没注意后方车辆。而问起周末是否继续运送物资，他则说暂时没有规划。原定7月5号要施打第2剂疫苗的他，目前改期至7月13号施打喽。